台南大運動百貨連續17檔舉辦聖誕公益點燈活動，邀請150位偏鄉國小學生來到現場，不止贈送運動會等豐富的聖誕禮物，也有規工的豐富行程，讓因感受滿滿溫暖。為了鼓勵所有學生將參與的過程透過文字加圖畫留下記錄，百貨持續舉辦徵文畫圖比賽。16號2組的前3名由台南大運動百貨店長蘇鳳燕代表一一頒獎表揚，有獎狀加商品禮券，場面溫馨。也有大的聖誕樹跟煙火，上去那個上面的人偶在跳舞，我看到很多煙火，還有很大的聖誕樹。感謝這次遠東百貨讓我們可以大展身手，寫出這麼棒的作文。這次的徵文以及作文比賽，讓孩子受到很大的照顧，讓孩子被看見。那麼我們相信，在大遠百對孩子的照顧之下，讓孩子的這份善心能夠播種在我們的心裡面。未來懂事長大了，能夠將這份愛傳遞出去。那就借由聖誕節這麼歡樂的節慶，讓孩子們來有參加一個晚會，帶回了很多很實用的用品，然後就借着作文還有繪畫的比賽，他們能夠發展他們的才能，更留下一個教育的意義。所以在此也代表學校感謝台南大遠百遠東百貨企業這樣熱心公益的善舉。雖然學生面對鏡頭攏相當緊張，不過因發揮創意，將想要表達的、想要講的，攏在文章加圖畫當中。希望家己以後大漢嘛當將這份溫暖繼續傳播落去。台南新聞軍籍採訪報道。